各位顾客上菜嘅觀眾朋友，顧客選擇要帶大家去哪邊咯？哇哦，冇做看那個去黃黏黏嘅農作物，又快又甜甜嘅田野風光。哦，原來阿賢愛帶大家來到客家太平洋美麗嘅公館鄉。大家好，客家天獅台顧客餐車，了解安怎？客家天獅台顧客餐茶店喺公館鄉嘅五福鄉啊，我做好了一部大家車，來幫我搶哦哈！我做好了一部店哦。大家好，客家天獅台顧客餐車喺公館鄉嘅五福鄉啊，開張了，做好了一部車，來幫我搶哦。頭家娘，你好，生意好冇啊？哦，也都是家中的嘿。等下五福鄉啊，我做好了一本身。幫我搶哦哈！謝謝他來哦。公館鄉有黃金小鎮嘅稱號，一片保存嘅當牛嘅客家文化老特色。公館嘅鄉市，尤其係當熱情，以糖阿多我一片主菜，天天熱情推薦當地嘅農產品。到底鄉市會講出乜嘅最好食又特別嘅食材呢？公館嘛，食天有名。我是紅棗。紅棗啊，紅棗。公館有的新的品種的老皮鴨，做的是當我是用炒做的，對，嫩嫩脆脆。哦，照鄉親嘅意見，啲公館只有代表性嘅食材就係鳳爪，唔過啊，還有種當特別嘅就係老皮鴨。既然有一個前報，阿賢，日日做到咩嘢？你傳茶準備要開張了。大家好，我客家天獅台顧客上菜，我係阿賢又見面咯。今晡日我聽顧客餐車出任務嘅係乜人？唔係騙人，就係佢林建龍先生阿龍師傅。大叔分享嘅，分享。主任好。阿龍師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。日拜當工搶到5星級嘅台北太飯店嘅主廚阿龍師來為大家出菜喲。阿龍師。是。一路行下來，你公館有乜嘅食材係特別嘅冇？我剛剛從一路下來哦，沿路都看到是紅棗。哦，是。鳳爪，給我講錯冇？對哦，謝謝。掌聲鼓勵一下。嘅有鳳爪啲，還有嘛冇？應該還有紫蘇葉。啊？福菜。哦，對，也沒黑啦嗬，福菜糖啦，沒好食啦嗬。唔過還有一項，跟人絕對談唔到嘅。是哪一樣？老皮鴨。是。哎呀，跟大家點哦？老皮鴨哦。哎呦，你看哦，有的人有食過，有的人咩唔知哦。你看，懂貼片哦。那這邊的鄉親都是吃葉子，不吃蘿蔔啊？對，阿龍師。是。唔是少啦，嘅前食材啊，拿來複製就好。哦。唔啲啦，冇難食哦。你不要偷懶哈，你好好想一個大家會滿意、吃了會笑起來的菜單。當然，OK 嗎 ？OK，那就 give me five。好，我就出任務嘍。講到鳳爪，就會想到公館。公館係台灣唯一嘅鳳爪專區。從鳳爪嘅歷史啊，就講到140年前，有一個泰國人帶定千好嘅鳳爪品種來到沙圍鄉。下後鳳爪就喺公館落地生根咧。觀眾朋友啊，你講來到公館冇去參觀鳳爪園，梗就冇講來過公館咯。大哥，你好，我係客家天獅台顧客上菜嘅，我阿賢呐，我阿賢就好，我在公館哦，跟我就唔喺公館喺特產喺鳳爪咧，聽講嘅種青島鳳爪就唔入味嚇。啥可以講的啦？可以啊，你講啦，可以講。大哥，有一件事情嗬，我想要拜託做得冇？做得啦。嘅台北有個師傅阿龍師啊，嗬，佢想要用人嘅鳳爪來做菜俾鄉親食。嘅鳳爪做得幫我帶轉去冇？
佢做唔得咯，也俾人天氣嘅哦。也俾人天氣嘅愛切下去摘哦。我自己摘。啊啊，是也俾人天氣啊。啊，叫去哪一張咯？哎，鳳州也通摘，點啊？對啊，鳳州也通摘。叫後尾啊？哎，好吧，呢度好摘啊。阿姐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哦，因为凤州的生产期，像喺啲前一中到半夜大约短短的改半夜，唔少通到开脚的话，唔記得向前啲點咯。哦，你也做得摘嘅哈？做得摘咧，也很長咩？長長嘅鳳啊，哦，要縫咧，我看那邊哦。也鳳啊。哦，要安尼些些縫去做的。哦，安尼做得摘，蔥也未做的。安尼鳳嘅都做得摘啦。誒，一蔥嘅摘嘅時間，係沒有注意佢嘛？嘅唔係講分年嘅。一個那個哦，係見過嘅。很紅點咬來係啊。一拍那少見過。哦，哎呦，很多哦，一按到好爭咩？係啊，攞人爭啊，攞人爭。喺度咋？誒，唔過聽人講啊，嗬，청紅日書啊，嗬，迄幾多年嚟咯？也20年了。哦，既然做迄雜做嘅專家，做會做得上身咯。做得啦。做得上身，做得讓你搶色咯。跟那種做得。一種都做得。你係青紅色的哦。一種就是較甜。做得是。好甜呢。好甜啊！哦，佢做嘅係做點樣嘅咯？便宜啦。便宜啦。較辣較菜，要行好食。鳳州嘅營養成分當豐富，又本要按照次嘅維生素 C 鹽，都好熟嘅作為維生素 C 嘅含量相當於另個嘅100匹，減咩嘅20匹。同時，亦含有對人體都有幫助嘅多種礦物質元素，做得講係水果地步嘅豐富沙哦。嘅將我摘呀做嘅嗬，要做唔得你會穿咗嚟。做唔得一粒粒嘅摘哦。一定要一粒一粒嘅。鳳嘅真做得摘哦。嘅做人工啊。人工哦。很辛苦哦。很辛苦，做辛苦。嘅我摘件都摘到哪時呢？嘅係日順嚟來聽書哦哈。哦。陳爺，陳宇、陳浩，過來幫忙。來呀，來幫忙做事呀！摘鳳州。哦，增加了2個幫手，太好了！那我們一起哦，來，哎，泰哥，聽好哦。好。我們1、2、3，加油哈！加油！好，1、2、3，加油 ，Go！哇！摘鳳州完全靠人工啊，體力愛好冇做咩好呢？我看出有本從嘅熬過麼？向上做唔得，向強咪做唔得。嘿，改采阿賢拉筋，和強度2味細幫手來聽下咋？希望今日鄉親是做深度煮出嘅好菜了。哇！一全部做得人係帶專業啊，哈，本係帶專業，做得了。哦，做得，你看有付出就有收穫，對不對啊？一夾人來托看啊。哦。像安尼鼻涕咧，就拿去曬。跟安尼像安尼就係清好嘅，嘛個就冇咩冇不同嘅掉，也咩冇別開，也咩做得曬嘅。做得啦。哦，基本買個較好嘅錢咧。買價錢較高。哦，佢細個係咪一樣嘅喏？有咩鳳州乾？一樣嘅，我冇看到啊。要曬好嘅啊？也咩要曬好啊？唔可能，一幾桶哦，全部都曬好嘅。曬好嘅。哦，我做得皮乾啊冇？啊，做得。我睇。當香。很甜嘅米湯喎，嘅香味啊，全部都安尼。像安尼一做得食哦。也咩做得食？就安尼食，慢慢地搭。如果夾地包嘅籽喏。有冇？夾嘅鳳州食起來吼，嘅香氣當香啊。嘅泡茶嘛，嘅就當好吼。嘅安尼我洗幾久喏？洗1禮拜哦。1禮拜？咱日頭我洗1禮拜哦。今日等下做煮菜嘅呢，今日是冇法度呢，要洗好做得老人帶轉去冇。煮菜要野種啊。也做得煮。哎呦，主要你咩？你啊鮮果啊沒有帶，要洗好嘅沒有帶，做得冇。做得難。做得難看。遲嘅鳳州愛變做鳳州乾，是要經過幾禮拜嘅日頭曬蒸做得咯。曬好嘅台灣鳳州要當牛嘅甜味，就算變幾年呢，咩唔會壞嘅。也提項食材都數了。阿姐，人嘅同作開腳地位，日頭暗來，冇變鄉親點搶救呢。
个深度很黑的，全部送不呢。是。批口哪？批口哪？嘿，凤爪干，香不香？香。哦，我摘很久呢，连那个大哥的孙子都帮我摘耶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用红枣干的，对。我今天用这个猪里脊，是。我们用蜂蜜，红枣，红枣。对，然后猪肉排。哦。对。那我来想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凤筒凤粥猪肉排。阿良师用对五太高一片拿到嘅凤爪干，搭配野生嘅捧糖，韩国热滚鸭、蛋香、面条香一条。老一般做中式料理嘅凤爪，变做一项西式凤爪料理哟。来看阿良师变魔术了。我开始哦，老唔听书嘛，干哦。好，那我们分工哦。分工。来，这一边的话，我希望你帮我。这凤爪要先整锅。对，但是我要先去籽。哦，先去籽，跟熬豆这样唔好囤到一个危险哦。去那你大籽。概帮我取大概15粒。那我这边就是处理这个里脊肉哦。好。一般里脊肉，因为它煎的时候它会有一点，比如说它会卷起来哦。我们在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筋的部分，稍微把它切断。压筋，然后团它断筋就对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化骨绵掌。然后我们用刀背呢，你看，我们稍微把它稍微拍一下，让它等一下比较好入味。哦，破坏纤维，加个料就好入去啦。让它比较好入味，对。那你片咩凤爪干咩差不多咧？先把里脊稍微腌一下。哦。我用一点那个海盐。对，海盐。撒一些海盐上去哦。这一道呢是有一点比较西式一点，我们就黑胡椒。然后就黑胡椒粉。对。今日有看到很有呀嘛个一客家人哦，较无适合那东西咧。你唔做嘛个呀？迷迭香哦。对，迷迭香。哦，英文叫做 rosemary。来记得来记。真的太强了你。哦，只会这一句。来，我们用一点那个白葡萄酒。一般葡萄酒里面它有单宁酸嘛。对。它下去之后呢，腌的那个肉哦，你看它开始释放出来有点乳白色。为什么啊？所以它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就是等于是那个单宁酸开始在帮它的一个肉的这个纤维哦，在破坏。对。哦，加个肉啊，就要动员呐，就要小配包。妈妈，我记得咯，我做嘛个排骨啦，吼，还那嘛个猪肉排啦，就做得用一些的白酒啊，然后给腌过，给肉都要动软哦。我们这边用一点丁香哦。哦，丁香啊。以这样的红枣大概6、7根就可以了。哦。要先炒锅哦。对。先加一点蜂蜜。对，野生蜂蜜。哦。你要野生的哦。对，你要泡过那个红枣哦。这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水，开始准备要蒸。要整30分钟。30分钟。来，我们用一个汤匙给它拌一下，再放2叶的那个，这个叫月桂叶。月桂叶。对。看是有是多的东西。然后刚刚炒过，丁香稍微炒，让它香。哦。放下去。让它搅拌一下。对。然后我们一蒸。整个啊，个凤爪个香气啊，这样我全部都走出来，再带出来哈。来，我们就放进去30分钟。30分钟。那这边我们也不能闲。1分钟、6分钟、3分钟、30分钟过去了。我们这边开始。变魔术哦，这边要热锅。我们开始要做那个猪肉排。哦，我们的肉排。对，我们刚刚腌过的肉排，我们用热锅哦。热锅。这种锅子它是最忌讳就是什么？锅子烧得不够热，热的话呢，它的肉容易黏。八锅一般我们说的对。热锅冷油又好起来了，就老给，这种安尼煎锅煎几久的呢？我们先煎2面，6片都要老煎锅啦。我已经闻到香味嘞。还没。哦，秘密武器，还嘛东西？哦，没压背就好啊。我们就是要它的那个香气，有没有？嘿嘿。先煎2面，6片都要煎锅啦。我已经闻到香味嘞，跟香气啊就出来了。有屁都冇啊？啊，放安尼菜，哦，等下来色，就色到的哈。有出来了。因为哈有出来了哈。
哦，所以大概煎到有一点焦黄是吗？对，金黄的。金黄，看阿六师很会讲哦吼，金黄，没焦哎吼。哦，你看看这个鸭猪牛排剪断呢，哦，漂亮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始哦，嘿，可以火稍微转起来的，我们就开始放这个。哦，两片剪都差不多哎，保准较细地位哦哈。而且它这个一点点个 butter 啊，对，跟奶油就来淋上去，哇，等一下哦，我们现在还要放一个，还蛮厚哦，还没秘密武器。哦，秘密武器，迄嘛东西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迷迭香就迄俩迷迭香就一起，哦，没压的就好哦，我们就是要它的一个香气，有没有？嘿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油嗯来去淋这个所谓的猪排，一直反复的淋它几次，反复的淋，用它的那个油的热去把里面的肉熟成哈。对，熟成。然后呢，把它的香气呢，这样慢慢，因为一般如果煎一面的话，只有底部有香气而已。我们现在是让它两边都有香气，因为我们要一点那个，还要柠檬。对，哦，所以是爆这个皮吗？对，爆那个皮。那皮不会涩涩的吗？不会涩涩哎。其实是皮里面那层白色的，它是会涩的。我们只要那个表面黄色就好。哦，你只要表面黄色的部分。对。然后等一下这个油我们就留一些，再来跟红枣的酱一起煮。哦，是哦。然后呢，油又保。跟油啊，莫豆太咯，榴弹哦。而且保留它迷迭香的一个香气。哦。然后，因为本身那个油呢，因为我们猪排不是有烟。油皮都给封做，封做我给米，甜的给米。准备一个白盘，我先把猪肉切一切。哦，等一下香青就好入口。对。哦，看到给底部那个肉里面那个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炒过的红枣呢，来，我们已经收的差不多，有没有？稍微把那个油跟那个蜂蜜都收干了。对，你看它就成一点点的酱汁。对。好。好溜。那我们等一下还要把那个迷迭香放上去。摆盘。对。在西式料理里面，摆盘就懂葱油。要剪过的迷迭香。对。整个香气。亮啊，就拿一本给乡亲吃看呐哦。是。来，搞本来。没问题。乡亲啊，来哟。不是客气哦。来，哎呦，阿爸，来哟，带点红枣，哎，肉嫩嘛。阿爸没？哎呀，吃看呐。哎，来。来，下面都还有，对。好吃，很嫩，很好吃。挺好吃。哎呦，阿六师，让我按听。一个捧糖红枣猪肉排，伊在我都乡亲的面前，是个一年冇就被人夹枪枪呢。好来，老大家复习下做法哦。首先，要捞猪肉排调味入锅，找个红枣浓热压上的捧糖，热滚压含个炒过的蛋香搅匀，整40分钟。各位用热火冷油的方式来煎猪排，再表面奶油、米贴香。前面浓热整个的红枣、柠檬皮，一项料理就完成嘞。乡亲，实在是无急等者哦。阿良师神奇的红枣料理是唔但唱也好听听呢。哇，你也好做的呀菜啊，迄嘛个菜啊，师傅。我们今天用这个鲜红枣。然后上的红枣。对，激酱。客家人的亲爱，激酱。百花透抽。跟后爸就会讲啊，上红枣，激酱百花咩豆啊。天气好，要用齐齐的红枣、做下盐、咩豆甜椒味、老西黄瓜，还有客家激酱。结合海鲜、老齐的红枣，做出上红枣、激酱百花咩豆汤面的系咪当旁派呢？阿良师搞不了。那我们现在分工合作哦。好，这边我们请琼轩这边帮我们一样去籽。那我这边就建议你还是用剪的。用剪的哈。对。好。你就是稍微我们可以靠中间偏一点点，因为可以避掉那个核。也是要把那个果核避开，然后就是要把它挑出来。对，我们大概准备个15粒。
好，没问题。这种手工呢，我最会了。我们把这个虾子等一下打成虾泥。哦，做虾泥哦。对，然后再把它镶到那个透抽里面。哦，是哦。那像是不是海鲜类的东西呀？哈，通常都可以用一些水果啦来入菜的话，其实它那个鲜甜味就会懂出来，就会被提升嘛。对，要滚滚哦，开春这个季节刚好就是赏的丰州的时节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来做跟这个海鲜来做结合哦。嗯。那我们现在虾泥已经去除完了，我们把水分吸干。好的，那这片哦，要赏的丰州没包好了。对，我们把它吸干水分呢，让它等一下那个虾泥的那个口感会更好。因为你多余的水分，是虾子就不脆，虾丸打出来的虾泥就不脆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拍碎。一般我们等下还要稍微一点调味。就是简单的盐跟糖，那我们就加少许的盐哦，一些的盐。对，那我们用1:2。比如说我们是1匙的糖的话，我们是1匙的盐的话，2匙的糖。哦，妈妈，叫我个笔拿起来写起来哟哈，个盐1匙啊哈，个糖就2匙哦哈。然后一点点玉米粉。哦，一系列个保秀粉。对。干嘛要加量哦？一般我们会让它提升它的胶质跟它的粘性。哦，因为啊，个下工吼。等下，然后全部的盐啦、糖啦、保秀粉全部都淋香哈，对，要让它结合在一起，没错，然后让它那个粘稠度更好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摔打。哎呦，那摔打意思？一般我们这样摔打哦，第一个就是可以把它的那些虾子本身的这个胶质摔打出来。你看它会慢慢的它的粘稠度。嘿呦，你看哦。对。你带牌。哦，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对的。好。哦，那个好弹牙哦。对，一般我们在做摔打哦，第一个同一个方向。同一个方向，空方向哦哈。对，它的密度会比较密一点。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反方向的话，它等于空气又跑进去了。哦，空宽的方向，给所有的空气然后挤出来就嘿。呀，下工啊，等下就塞到个咩地方地步就嘿。没错。报告，我们现在是呀，上丰州我种好嘞，好切好诶。那我现在再交给你下一个任务。哦，下一个。番茄，你帮我对切就可以了。我来。们大概也是跟红枣的数量差不多。数量一样，对。有用的有加香油呢。第一个，我们是香油，它本身还有它的一个香气。对，因为海鲜还是有点腥味嘛。对。我们主要是把它的腥味可以再降低。第二个是说，因为你现在基本上你已经胶质就已经出来了，是，你可以不让它的水分再渗透出来，所以你加点香油，可以保持让它的整个。你按你讲啊，就第耶，就是什么呀？哈，敷完脸以后，你一定要擦乳液，要保湿啊，锁住水分呐。对，这个异曲同工之妙。黑妹的意思。对，没有错。得分。我现在呢就开始处理这个透抽。用时呀，tomato 也是差不多了，然后然后做嘛该？我们再来切那个小黄瓜，稍微切片。不错嘛。你做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稍微再厚一点，反正我们喜欢它的一个口感。口感可以跟这个麦德我们做的很搭配就对了，可以口感一样。炒起来会脆脆的。较喷的喂。对。透抽的部分哦，它的那个外面那层膜已经把它去掉了。给阿六师，小黄瓜完成哦。太好了。你差不多啦哈，量差不多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再接下来甜椒。甜椒。要甜椒又用的切哦，开始要雕花了哈。对，切十字纹。哇，给妈妈你做看哦，给么咩地方啊？看到用的切。给身体我用的棒呢，就规粒就厚哦。阿亮师来讲，你用拇指跟食指，对，然后稍微你2手稍微出力一下。你看，等脚哦，安尼就规粒就厚诶。那我们现在再接下来甜椒。甜椒，要甜椒又用的切哦，开始要雕花了哈。对，切十字纹。哇，给妈妈你做看哦，给么咩地方啊？看到用的切。
刻画的那个方向位置就是这样。哦，就是顺着方向，然后给安尼切，对，但是斜刀就对了。斜刀不能太深哦。哦，都唔得太深哦，都冇切团体嘞，切团体就给法就冇体嘞。对，它就会破掉，就不见了。嗯。那一般我们就是交叉。是。哦。那当然，你的刀越斜，它的花纹就会越深。哦，像安尼，哦，这也是菱形切法。对。哦，妈妈，给有好多了。好的，那首先我们就开始烧一锅水，水我们可以多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先烫蔬菜。哦，要烧鱼的菜，做得先烫一下，烫过就好诶。那我们在烫蔬菜，我们在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盐巴跟糖。哦，加盐还有糖。对。加盐爱啲，跟加糖的意思係嘛解喏？其实糖一般我们可以取代，比如说不必要的添加物，就是一些调味。啊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它可以把它颜色更鲜艳化。哦，它这一绿色叶菜类是特别明显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些蔬菜都是生吃可以，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烫一下，对，穿烫一下。哦，你看，我们就这样，颜色又鲜艳。对耶。红的、绿的，黄的。哦，跟爱啲要用出一名啊，白花就会讲的意思啊，哈，百花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把剩下的水哦，我们就直接穿烫这个透抽。记得哦，这个因为它是有水分，我必须把里面擦干。是。里面完全擦干。按功夫哦。搭地就全部捞给安尼就着了，等于是你水分太多哦，你虾泥进去它就会掉。哦，迄味道会不会给下工啦？哈。我们现在用一点玉米粉。也还有玉米粉哦。对，玉米粉。就捞给黏起来就可以了哈。对，就是里面一定要涂抹均匀哦。要得用啊哈，切安太片的意思就会要包给下工咩？对。给骨头啊，也底部度。给保守粉啊哈，全部就搞到底部度。对，像安尼。你只要有一个位置哦，比如说里面有沾到粉，它就从那个位置开始脱落了。哦，好的，我继续我的蒜片。对，我们把这些粉都磨好了之后，开始我们的刚刚事先打好的这个虾泥。一般呢，我们就是先挤。等一下那个琼轩这边好，帮我烧锅，烧一点热油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虾泥有没有？就这样。镶进去哦，然后你就是很香哦，你就是把它很平均的涂抹。好，我来热锅，锅会先必熟。对，我这边还有特别哦，你先帮我调那个橘酱。哦，橘酱哦。跟蚝油，你大概各1比1汤匙。1比1汤匙。对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完成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虾泥的部分朝下。好，基本上现在已经颜色已经差不多了。变色嘞。对。哦，给龙师傅的意思就会讲啊吼，你个剪的时间啦吼，就老个下工的面啦吼，落去剪就好。个咩地位个面啊，唔是煎，因为个咩地位一夹就熟嘅咩。会硬。它主要透抽那面它会硬，差不多看个变色嘞，就做得拿起来。可以了，我们等下还要再下去炒，然后我们剩下一点鱼油呢，我们再爆你的蒜片跟姜，然后爆香就可以了哈。对，带一些些的一个变色就做得嘞。那我们把刚刚那个调好的酱先下。哦。先下，它会开始稠，开始浓稠起来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再把这个。下去把它拌均匀就对了，对，等于是过一下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准备一点绍兴酒，一般绍兴酒它的味道会比较香。那米酒一般是会做那种鸡酒、麻油鸡那种。所以炒海鲜的话都得用绍兴酒。对，我们把刚刚烫过的蔬菜啊，烫过的菜啊就好落去嘞。对，就拌炒一下。然后我们用一点海盐，对。海盐哦，拌炒均匀就可以了。我拿盘来哈。对，我们来盛盘。哦，你看，佢炒起來嘅樣嘅啊，嗬，全部都將海底杯度，又有白花嘅效果哦，好漂亮哦。做好了，鄉親，做得食咧，來哦，大家來食咯，來。好。
也给下上的红枣来做味哦。是看呐，样板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，给你看姜头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有大拇指吗？也有。哦，有，还有哦，你阿妹黑啊就会红枣哦，红色了，赞哦，赞哦。这个还有红枣，对。哎呀，没有红枣啊。对，这个。你啊，黑啊，还有有红枣，敢唔敢用诶？好吃。食得啦吼，咬会落去嘛？羊耳。呛用。又有甜，又有咸，又有一点酸酸。对，是不是很像你初恋的滋味啊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赞！有没有成功？有成功！一项三凤枣即将爆发咩点完成呢？乡亲真係係食到公公滾呢！好，來，老大家分析下樣板做哦。首先，老粗下鹽多多綿綿，容易調味料，達到有啲鹽心。接下來，咩點切絲絲發勻，用小水燙過，用啲位海鹽醬啲蛋糕，用半煎炸嘅方式煮熟。再個老鳳枣，甜這位西黃瓜，用小水燙過後。濃熱蒜頭、薑麻、一醬、蠔油、薑花炒，再個濃熱咩點來炒。起鍋之前，連這個小甜酒就完成了。食條兩項鹹辣哦，前邊還有一個蔥頭魚，撒下來就將蘿蔔葉上炒了。這公關很神奇哦，我本係認識蘿蔔，你也偏認識蘿蔔葉嘅，用乜嘢呢？然後家家尋到兩項菜哦，做一部阿良食做菜。聽講呢菜啊，就喺呢有機農場地擺度，家家來看看啦。有人菜嘛，羅太哥。嗨，安總啊，哎，你好啊，我係客家天師台顧客上菜，我做阿仙呐。聽講吼，呢公館的特產就是蘿蔔葉唄。哦，蘿蔔葉啦。對呀，你這裡很多嗎？哎，買多好有種。來，你也就係。哎，多樣呢？哦，你也就係蘿蔔葉唄哦。蘿蔔葉。哇，按醬呢吼，佢地杯就有蘿蔔了吼。哦，細挑添哦。細挑，佢做得雜嘅麼？做得包嘅。我看。按樣樣添啊。啊？這哪有蘿蔔呢？你有冇很多蘿蔔葉嘅呢？呢種係品種吼，實在嘅，佢唔會生根啊。哦，唔會生根。唔會動太挑啦，冇。哦，這個蘿蔔葉嘅你發明的？唔係，日本傳落種啊，當好食啦。當好食，做得上色咧。對。我來試試看，摸誰做得咧？唔怕，摸弄咗。摸弄咗。哎呦，這個水分凍呢，凍有水啊，一個食落哦，有一些糊呢，有冇糊又辣。哦，我知道蘿蔔味了，有一點蘿蔔的感覺。菜頭做先會辣啦。安尼食起來哦，當場我食嘅披薩送過嘅芝麻葉，很有芝麻葉的味道哎，好特別哦。跟我食較多地位哦，我轉去幫阿良師做菜啊。給像安尼炸哎，放起來就好，很簡單呢。可是那像你這個會遇到什麼困難嗎？你做倆？薑蔥啊。蔥的哦，給我用個山哦。應該就是有機農場哦。對。也是算餅乾哦，種子先吼，你貴人餅乾比食蔥。哇，老太公很強哦，很認識蘿蔔的，而且專門種磨蘿蔔的蘿蔔葉啦。嘿，其實蘿蔔葉嘅維生素 C 吼，喺長菜地塊真豐富嘅呢，喺咁樣嘅兩皮班各菜嘅 CP。有頭腦嘅老太哥用溫室栽培一種新品種嘅蘿蔔葉，嗰種一年四季都食得到。韓國老太哥堅持無瀉藥嘅有機栽培，嗰種味道結嘅蘿蔔葉當養蟲嘅問題，講究學嘅來食蟲嘅。韓國啊，老太哥真見當好啲呢，我帶阿仙去看另外一種新品種嘅菜喲。我都很有一種叫做優愛菜。優愛菜。有咩喺湯起來哦？就當場係日本人種嘅吼。而家日本傳都過來啦。哦，日本傳過來啊。冇錯。你做係。哦，你下做得炸嘅係。做得咧。一看起來係油菜咩？而家油菜湯。啊，嘅優愛菜咯。做啲後背呢？哦，嘅後背就係。你啊。
它看起来很像那个小白菜咩？人家其实小白菜到青江菜杂交种啦。哦，这样来讲，佢就会混血儿就超嘿诶。嘿。哇，跟混血儿的基因都是好的，那当好生吼，也安尼做在摘诶嘿。到底咧，芒按太冲啦，你要我长也就对啦。哦，长咪做得咯。对啦。也长有嘛个技巧吗？冇嘛，就安尼放油就。放油冇是直接割。哦，未做得用割咧。个筋冇是啦，筋冇。筋冇是。唔是割油。哦。阿贤总算拿到老配叶嘞，哈，还有新品种的优爱菜哟。不过有两种大部分乡亲都冇食过的菜，算到一样办料理呢。呀哈，就等阿贤夹夹转去老菜交给阿良时，就做得地了。请到嘞，阿良师，是老配叶请到嘞，你看哦，你啊吼，迄公馆哦，最新的食材哦。萝卜叶。对，假牙吼，假牙叶的上背有毛毛哦，没有毛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会很嫩很脆。来，交给你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所以阿良师是。一今日呀红菜很做马面咯。我们今天我比较特别用金银蛋，就是咸蛋、皮蛋，还有鸡蛋。看到了，哦，很做金元卵酸子老配叶，对，好好听的名字哦。对，好后生哦。是。冇看过顾客上菜又按到人，睇下尖條就要嚟食咯。唔看連個炒嘅菜睇下就要食咯。我比较特别用金银蛋，就是咸蛋、皮蛋，还有看鸡蛋。到了，很多金元卵酸子老配叶，对，好好听的名字哦。对。老配叶都带一样版主菜呢，来看阿良时准备的蒜头、鹹卵，还有皮卵、tomato。哇哦，但香糖材料就吃到营养满富的呢。不过一样版编出一项好食的料理，还是要靠阿良时的好手艺啊。跟人家就继续来做菜。好。哦，我继续嘛干哦。来，我们还是分工哦。好。琼轩这边先帮我把这个所谓的头的部分哦。切掉，哎，可以。然后呢，大概帮我1开3就可以了。好。那这边呢，我就开始来做这个皮蛋跟咸蛋的一个操作哦。好，就会金元卵哦哈。对。其实跟调家讲啊哈，就是有机店啊哈，掌握生啊哪些东西啦。哦。对，就是生机饮食的部分啊，掌握食到啊哪些叶呗。阿良师。是。跟俺看过去啊吼，有小阿姐呢，好多小姐呢。对啊。家珍版的小阿姐嘿，挥手，大家好。好。看台上的位。好。哇，很好哦，大家有精神，等下食菜，大家有食过老配音哦。真嘅哦，真的哦。哎，给阿良师。是。给老配音，其都得拿来种雪里红啦，还那香草啦。跟你用，我想到我用卵来做喏，还是3色蛋哈，金卵、银卵。如果我今天也是一样说，跟他们用青草或者是用雪里红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今天来的目的意义就没有了。哦，我必须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哦，那我今天用的是比较属于一个广东料理的一个手法。有自己的想法啦，懂傻批的人看。好，那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哈。对，我现在准备要烧水了。烧水，我先来烫青菜。好，我们要不要请现场的乡亲剥这个蒜头哦？哎，个小阿姐啊，个蒜头我用来放呢，做得讲爱么？有你么？来呀，爱讲呐！来。哎，你好。啊，分享，拜托哈。我用来称呼呢。胖啊，胖太子，哎，个蒜头我用来种啊。普通的爱呀就好，就安尼切拉腿的，安尼切拉腿，白咖喱啊。哦。切的，对。也就讲要头啊，然后给切开一些，个皮就白去，就当夹啦哈。个头我留定，给我用的喏。个假使啊头我留定喏，就规粒就好哦。哎。
大部分的都頭會切嘅，全部就用樹木，就用樹白吼，唔怕阿良師來講。還有拿點，你看見用來做，我们用最简单的。刚刚也有人说用摇的也可以，基本上不过它是需要很多时间。那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，你用拇指跟食指压住它的头跟尾，对，然后稍微你两手稍微出力一下，有没有？它旁边就裂开了，有没有？有糖度嘅細下字要講用碾的吧，嘅頭面然後碾一下，有没有？你看當腳哦，安尼有較有棒嘛？你看安尼就鬼粒就厚厚誒。这个前提还是说这个冻漿誒。对，要夠干。哦，感謝彭太子，嘅人啲嘅啦吼。阿良師神奇嘅薄蒜頭要領，鄉親啊，一定要好多忙啊！最簡單的啲蒜頭嘅兩片上用力吸，就做得當輕鬆嘅薄蒜頭了。嘿嘿，坦白俺沒有來吃困呐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我先把这个蒜头哦，嘿，先穿烫一次。啊，蒜頭要通過哦。对，而且我里面还要放一点盐巴，因为一般蒜头哦，你知道说我们在炒它很容易就变黑。对。但是你穿烫过之后呢，加点盐，第一个很迅速让它软化，第二个你在油炸它是不会变成黑色，它会变成金黄色的。捞起来的水，我们等一下就顺便就烫那个，烫这个萝卜叶。没错，这个菜哦，我一般我要微软一点。哦。所以我大概需要。差不多烫幾久呢？我大概滚了之後轉小火10分鐘。哦，我燙10分鐘哦。对，我之前都有提到哦，就是叶菜类的部分，它可以加點糖。哎呀，不让它增色啦，颜色不会老掉。不会变黄。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。好，可以这个炒一下蒜頭。对。做嘛tomato呢？我们一般在炒菜的时候，建议都是能够达到一个色香味嘛。我懂姜啦哈，色香味俱全。对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以小火下去把这个蒜头的部分的话，煎到它金黄色，咸蛋黄。哦。没有老给炒一下。我们要把它炒。你来看哦，我们先把咸蛋黄炒香之后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一点，等一下我们煮菜的那个汤汁。它的那个汤菜嘅汁吧，哈，那做在哪里？再把这个1湯匙的这个多一点没有关系。跟含油呀皮蛋要用的呢？要没有炒哎？不用，我们要把它烫，因为皮蛋现在它是半生熟的一个状态。跟青菜一起烫。那个老蛋嘅萝卜叶用下汤哎。对。哦，安尼做得了，还有个咸蛋的蛋白。咸蛋白，对。也一起烫。对，因为咸蛋白我不直接下，是因为它比较偏咸。萝卜叶差不多了。你看哦，我刚有特别提到。哦，你看烫完久的，加个叶白个色啦，还那强有看到冇？而且它的冻姜，阿良师。是。今天啊，我喊到本嘎菜哦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在那个吴大哥嘅片啊，也还有松爱优爱菜。哦，你妈该怎么做优爱菜哈？没有。你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一般的小白菜？对，我还把它当成是小白菜。你以为像奶油小白菜对不对？没错。该怎么做优爱菜哦？跟我炒本身，下季我来炒本身好吗？哦，你要得啊，一级棒哎，职业观众哦哈。等下，不，你带走一次喽。哦，我来炒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菜哦，也烧了差不多了，它已经入，然后我们再用一点盐巴调味就可以了。哦，用一些的盐啦哈。对，来，我们再加一点绍兴跟香油就可以准备起锅。我准备起锅，给人家tomato做嘛用呢？番茄我会最后再那个。水面啦，哎呀吼，要炒个优爱菜啊，冇配方啦。就会蒜头强炒听听啦吼，做得啦吼。哦，哎蒜头啊，全部就安尼，捞起安尼切开，个皮就来剥开，等下就来炒。我们这个菜哦，基本上我们先把它捞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剩下的汤汁的部分哦，等一下呢，我要再加一点蛋白。加蛋白？对。为什么？不是已经有咸蛋白了吗？咸蛋白它是固体，但是我要它呈现有一个像我们家一般做蛋花的那种感觉。番茄现在就可以下了，因为其实我不喜欢它煮得太过熟。好。然后呢，蛋白其实你用轻轻的去搅动它就好哦。然后这时候火也可以关了，让它剩下的余温有没有？让它成那个
蛋白的形。姐，酸菜佬会煸下去，个较硬的部分啊，就先佬会煸下去炒。来，我在起锅前哦，再加一些玫瑰盐。哦，再加一些玫瑰盐哦。对。你睇下没有不用盐的，等下唔会太咸的嘿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来，我这边就是把剩下的酱汁的部分淋上去。是。哦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哦，跟我不用一些盐哦。好，一下冇水会水，你看，哎，你全部就好的哦。好了。哎呦，跟我夹夹了，俩菜没好的，不软呢。哦，我来拿盘呢。来，我帮你准备。哎呦，太师傅哪有准备盘呢？你有冇好意思呢？哦，呀，水哦，差不多熟一下就好了。关火。哎呦，呀，最近啊，吃家无卡色的菜，强炒的菜啦。我这个是金银蛋、蒜子、萝卜叶。点完了，蒜子、萝卜叶，跟牙嘅咧就会强炒优爱菜，送菜咯。走，上菜了。来，抢大家食看啊！哎呦，第一个给阿姐啊，来，刚好你第一个是咧，其他优爱菜啊吼，其实没董中给那个小白菜，没好什么。好吃哦。冇看过，你看顾客上菜又按到人，大家점掉就要来食了。你看连个炒的菜，大家就要食咯。一天迄个五太狗啊，加个优爱菜，清赞。好吃哦。洪太姐要好食哦。这阿姐啊，今边的菜好什么？好食。还要感谢呀龙师傅嘛。感谢龙师傅俾佢嘅爱的鼓励，1、2、3，来！哦嘿，哦，谢谢各位阿姨。哦，吓到啊，龙师傅。是。你看，那两红菜色香香呢。吃完了。朝天呢。对。空盘朝天，你看连酸的啊，酸头啊，全部都是香的呢。我这个还不好意思给，因为都没有菜了，萝卜叶都没有了。你看我就冇食到，我没有食以后。很好食咯。阿龙师傅，是，更有个信心，为下一个客家庄希望。当然有信心。有信心哈。对。更就出发了。好，走。日紅菜嘅做法當簡單，撈蘿蔔葉放皮卵燙過調味後，再撈蒜頭，用少水燙過後，用半煎炸嘅方式炒到金黃色，含卵卜用細火炒過，再表演蘿蔔葉淋少點酒煮3分鐘，前面將攞卵帕用細火去滾一下就完成嘞。韓版阿先要私人穿插往客家莊，鄉親啊，冇聽咗，人就東洋嘅片去上菜了。